听说我大夏国历史考古有新发现啊！领导，按这份古籍所记载，我们大夏曾经出现过一位神秘女子，大夏诸多传说之中都有她的身影。我叫叶宁，我生于三皇五帝时代，活了整整5000年。夏朝时，我曾赐大禹息壤，以治洪水。此物名为息壤，赐你救助苍生。洪水退后，你便是夏皇。多谢神女。去吧。古埃及时代，我为法老打造了金字塔，法老尊称圣女。自今日起，为我守好金字塔门户。是您大人，吾等愿为您奉献忠诚。大航海时代，我为哥伦布指引方向，让他发现新大陆，去那里找寻新大陆。感谢您的指引，我们会世代为您祈祷，奉您为神。这是人为编撰的吧？不，我们和国外沟通过，这记载全都是真的，所有的史料和物证全部吻合。这活了多少年啊？所以，在历时5000年的岁月之中，真的有一个女子叫叶宁，贯穿5000年上下，长生而不老，操纵整个人类文明。如果是真的话，那么这个人的出现，对我们人类文明拥有着难以想象的价值。或许，我们大夏如今遭遇诸国围堵的困境，也只有他能解决。传我的命令，悉一切代价找到他，满足他所有的要求，封他为我大夏国师。世人皆求长生法，我却欲寻长生缘。60年前，我为探寻长生真相，远赴海外。如今回归，我将确认真相，顺便看看我当年收下的奴是否还认准。都闪开！今天本少爷包场，闲杂人等都退下。哎呀，林少，你快点啊！这家店好好吃的，人家等不及了。好，宝贝儿，我们这就去。哼，算你这乡下女人走运。姑娘，别冲动啊！这是江城林振宇的独子，他们林家混迹黑白两道，手眼通天的。哦，手眼通天？那可不，他要是狠起来，动辄剁人手，甚至灭人全家，整个江城谁敢惹他？老头儿，听说你家烧饼味道不错，给你100万，把你这破店关了，以后天天给我们家做烧饼。哼，怎么不够啊？嗯，那就1000万，够了吧？啊？保安，保安？天哪，一个烧饼店用特种部队做保安，我没看错吧？这么背景通天的大人物做烧饼，他图什么呀？这你就不知道了吧？徐师傅每日都会做一份特制烧饼，60年了，一份都没卖出去，8成啊是等什么人呢？要干什么？知道我是谁吗？就是林家你们也敢惹？你们想死啊？哎，我怎么不知道啊？这江城还有这么愚蠢的家族？哎呀！哼！徐先生，办妥了，1分钟之内，林家灰飞烟灭。老东西，你疯了吧？我林家资产过亿，人脉广博，你一句话就想让我林家灰飞烟灭，你简直是……哼！喂，爸，逆子啊！我林家全完了，一家人全被你害死了！你
错了，你饶了我。小谷子，多少年了，做事还是这么浮躁。混账，敢对林先生不敬！混账，都给我停下！小姐，老奴终于在有生之年等到你归来了。什么？小姐，老奴，我一定是在做梦。一句话就能让我林家魂飞魄散的人，竟然给这个小姑娘下跪，自称老奴。小谷子，你现在也是江城的龙头人，这般不成体统，也不怕别人笑话。起来吧。我是小姐的奴才，我应该跪。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啊！这位小姐到底是何方神圣啊？徐师傅已经算是通天的人物了，谁能想到他还有个小姐？哎，说徐师傅60年如一日做着特制烧饼，一份都没有卖出去，难道？太吵了！他们都带下去，封闭四周，不许任何人靠近。今晚的事儿，不许对外透露一个字。是。带走，走，老实点。不可能，不可能啊！你究竟是何方神圣？小姐，请。这里倒还保留着原来的风格。小姐见笑了，这是老奴和小姐相遇之地，老奴时常借此怀旧。60年了，老奴已经垂垂老矣，小姐您仍容颜如初，韶华如旧啊！吃吧。想跟着我？我不留人，只收奴。我愿意做小姐的奴。既如此，从今往后，你就叫小谷子。小姐请。您看，我差点忘了，我去给您做素米饼去。您稍等啊。明朝琉璃青花瓷，价值少说1000万，你拿来成饼？小姐说笑了，这文物在小姐面前不值一提，能和小姐扯上关系，那才真正青史留名。60年了，你的手艺精进了很多，不错。60年了，60年了，没日没夜的作品，为的就是您这么一句话，老奴死而无憾了。别说的这么夸张，我还要你办事呢，别死太快了。小姐吩咐。60年前我吩咐的事，现在是谁在办？是百花。当年您怀疑您的长生之谜与5大神器有关，他就一直在为您寻找5大神器，探求您长生的秘密。当然，他也不知道他的行为到底意味着什么。长生大梦，悠悠5000年，我需要知道这其中的根源。小姐的心愿也是老奴的心愿。白家已经找到了第1件神器，就在秦始皇陵的最后一道铜门里。要打开这道铜门，必须有阴阳2枚钥匙。现在已经找到了其中1枚，只是什么？当初您留下属下9人，为您看管大夏钱财权，我徐家自然忠于职守。可是亡宁白3家
他们似乎不太听小姐的话。那你觉得应该怎么办，小谷子？背叛小姐者，杀无赦。此事不急，我这次回来也不是为了此等小事。小姐的意思？召集我的奴仆，我有事要吩咐。是。喂，30年没有联系了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小姐回来了，就在皇冠大酒店。好，我们马上回来。好。老板，请问有什么事情？安排专机，5分钟之后启程，我要去江城。可是今天阿伯特皇室王子要来，那可是价值1000亿的商业合作。阿伯特皇室王子在小姐面前连一根草都比不上，马上安排专机，还剩下3分零42秒。是。出发，要江城迎接小姐。是。随我出发，迎接小姐。出发，目标江城，迎接小姐。小姐已经吩咐完了。徐先生，外面有人托我带上东西，说是给位叫叶宁的人。叶宁小姐的名讳是你们能够叫的吗？小姐，这是您要的东西，看来白家已经有新的进展了。小谷子，让人拿着它，去一旁开。来人，保护小姐！不必担心，炸弹是假的，吓唬人的。看看里面还有什么东西。小姐说的没错，就照小姐说的去做。哈喽啊，徐爷爷，我爷爷白话刚刚去世，临死前给我讲，有个叫叶宁的太奶奶要来，让我给她准备一场惊喜派对。不过就是不知道我这样的准备，徐爷爷和太奶奶喜不喜欢？要是不喜欢，那就还是请叶太奶奶亲自来一趟我们白家。虽然我爷爷刚走，但他也应该过来拜拜吧。我呀，等着他。有意思，很久没有人这么跟我说话。大逆不道的奴才！白花，白花，你生了个好孙子！他是白话的孙子。是的，据说是商业界100年难遇的天才，很轻易就掌握了白家的权力。去趟白家吧。小姐，以您的身份，若想要灭白家，一句话足，何必亲自前往？这里面有问题，不是看起来那么简单。您另有打算？不过，这小子既然公开挑衅，必定做了周全的准备。要不，等您奴仆到齐，再……不必，明天去会晤他。这里是白家私人庄园，不得继续驱车靠近，否则击毙。白家，白家，想死想疯了！二位，少主有请。还有一个人呢，赶紧下车，少主没那么多耐心等你。杀！还真敢动手！让不死的！
抱歉，小姐，10多年没动武了，惊扰小姐了，老奴罪该万死。无妨。搜一搜。是。小姐，这部电话是直接打通白家。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在我到白家之前，让白家上线跪着见。哼，装神弄鬼，是在我房间装了通讯设备。搜查房间。是。白少，没发现什么异样？藏得够深啊！看来是我低估了这个对手，本以为是个垂垂老朽的老糊涂，没想到是个年轻犀利的女人。恭喜白少，第一笔投资盈利高达100倍，真是不世出的商业天才啊！哎，爷爷，您看我你一生的成就，比不上那个人的10万分之一。我不信，我真的不如那个人。爷爷，你看好了吧，今日我就要让那人的后人臣服于我，证明你错了。少爷，现在我们该怎么办？不要紧，无非就是多费些事儿。我刚才听声音，应该是个绝世美女。她若是要投靠我，自荐枕席，给我端茶倒水，铺床暖被，我倒也不是不能饶她一命啊！啊，能够侍奉少爷是他的荣幸。把所有事都给我准备好，如果出现别的情况，格杀勿论。是，少爷。这白家傲慢如斯了吗？就连一丝生的希望都不留了吗？王战，调动你目前所有可以动用的力量，5分钟内包围整个白家，一只蚊子也不许逃脱。明白，定不会让任何一个叛徒逃离。最高级别命令：集结4大战区战力，白家所有基地包围，一切代价，请听清楚。最高级别命令，时间5分钟，到一头见。多此一举。小姐，老奴是怕白家人跑掉，这些叛徒跑掉一个，就是奴才们的耻辱啊！随你吧。Hello， 我应该叫您叶小姐。您是叶太奶奶的后人吗？孽障，小姐已至还不跪地迎接？跪地迎接？徐爷爷，您在开玩笑吧？我现在可是掌管着整个白家，就算您侍奉的那位叶太奶奶还活着，也奈何不了我吧？放肆！叶小姐，我看您也并非池中之物，不如这样吧，你跟着我做事，我保你今天安然无恙，如何？白话，怎么会有你这样的孙子？哎，叶小姐，我可是很有诚意的。一开始我只想把叶小姐当做花瓶，可是直到我见过你之后，我就明白，像你这样的女人更适合用来做事儿。跟随我吧，我会给你无法想象的财富和无与伦比的地位。你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？白子良，你简直丧心病狂！在这世上，只有权贵为小姐屈膝的道理，你却如此大逆不道！你们白家何该灭亡？哦，那就是谈不妥了。这些人都是海外雇兵榜10的存在，你
你怎么勾结这些人？很简单，重赏之下必有勇夫。我把白家大半的资产交出去，为的就是狮子搏兔，彻底碾死你们。现在我劝你们最好跪下，否则我可以保证你们活不出我白家。小姐，我老了，这些人每个人实力都不弱于现在的我，王禅也还没到，要不我先拖延一下时间。不必。小姐，您的安全要紧啊，哪怕有1/1000的危险，老奴担当不起呀。我说了，不必。怎么回事？应对室竟站在上流阶级的我，居然有一种跪下膜拜的冲动。你立刻给我跪下，服从我，发下毒誓，封我为主，否则我现在就要你跟这个老东西死无葬身之地。哦，死无葬身之地，就凭你？给我动手！小姐小心！这不可能！这是怎么回事？你们在演什么？他根本都没有碰到你们！给我起来！你们都给我起来！小姐，你竟有如此手段，我跟随这么多年都不知道。或许我看到的小姐只是冰山一角啊！徐爷，你在胡说八道什么？她就是一个年轻女孩，怎么可能会有这些手段？机关，是机关！我3里被你设了机关，对不对？自欺欺人，可悲！混账！你以为用这些奇门暗器就能唬住我了？啊！来人！什么？还有？你到底带来了多少人？哼！不多不少，整整3000精锐，我就是用人命堆，都能把你给堆死！不自量力！给我上！天地失色，时间静止，这是何等的神仙手段啊！动不了！他做了什么？可有遗言？你别过来！你们干什么吃的？过来保护我呀！别过来！别喊了，人已经死了。不可能！他们的心脏已经停止自然死去。这个道理，你作为白家的天才，是想不明白，还是不敢想？不，假的，都是假的！什么时间暂停？什么神仙手段？这都是障眼法，我不相信！小畜生，到现在你还不知道悔改？你都到底做了些什么？徐爷爷，我就是不甘心！凭什么我生下来就是别人的奴才？我这一辈子的积累和财富，凭什么都是别人的财富？我只想为我自己而活，我又错了。这就是你大逆不道的理由？你难道不知道，你们白家的今天都是拜小姐所赐？若没有小姐，你白子良还是路边的一条野狗罢了。就凭他，我们白家现在可是江城的龙头家族，家族资产100亿，族人遍布全球，这一切怎么可能都是他给的？冥顽不灵，你真不知道小姐的真正身份？他是个什么东西？他不过就是你侍奉叶太奶的一个后人。就算叶太奶有通天的能量，到了他这一代还剩下多少啊？
我就不信。来了。警报！警报！有大规模战队袭来！警报！警报！前线无法抵挡！大规模战队有多少人？你们可是我白家最精锐的嫡系，这都挡不住吗？目测陆军3到5万之间，还有大量空军，有现代化坦克、装甲车。什么？我抵挡不住！投降！投降！3到5万陆军，还有大量空军，打什么？打仗啊！直接动用12个战区力量，调动陆空2大主力战队，就算是王站长官也越界了。要是这件事情一个不慎，弄得全国都知道了，影响多大，不可想象。我们并没有接到任何作战指令，我建议召回王站长官，询问清楚。不用了，这不是王站首长一个人的决定，上面有大人物下达了最高指示，同意此事，并要求我们全力配合。这怎么可能？上面下达的最高指令，这到底是什么人物？竟值得如此对待？天哪，这是要变天了吗？好手段，没想到你还认识战区的大人物。可是我不服，你不过是用武力让我屈服。我如果有你这样的身世，我也可以。可以什么？凭你一个废物，也敢跟小姐比？王爷爷，龙爷爷，你们都来了。老仆王战，老仆龙商，拜见小姐。王爷爷，龙爷爷，你们在干什么？你们可是随便跺跺脚就可以让军政升3阶震荡的大人物，为什么要给这个年轻的女的跪下？放肆！都起来吧。谢小姐。禀告小姐，我们带来的人已经控制了这周边区域，保证白家上下一个苍蝇也飞不出去。那就在这儿汇报一下你们这些年的成绩吧。说什么？你让这几个龙头巨毙给你汇报？闭嘴！别打扰小姐的奴向小姐述职。那我别急，一个个来。老仆龙商拜见小姐。60年前，小姐吩咐老仆负责海外金融商业发展，现今固定总额度49万亿美金，流动资金32万亿美金。这么多资金，都抵得上我们白家10倍的家产，都要献给你。小姐恕罪，老仆办事不力，没能取得更好的发展，还请小姐恕罪。什么？恕罪？流动资金大于固定资金，多么耀眼的成绩！竟然主动责罚！你懂什么？这等成绩，那是有了小姐支持，实属中规中矩。小姐，您看龙商……疯了，都疯了啊！你们都疯了！你过了。谢小姐。下一个，老仆孙子宇见过小姐。按照您的吩咐，技术科研已经有所突破，并且掌握了最高端的黑客技术——电子战争 S 级3次。
你说什么？近几年骇人听闻，连西方大国都深受其害的电子战争，是你们发动的？这只不过是给小姐做的演习罢了。如今技术已经成熟，只要小姐您一句话，海外诸国瞬间安稳。下一个，老仆王战，目前1号指挥，遵小姐命令，已经建立强大的秘密岛屿组织。只要小姐一声令下，100万大军可随时奔赴。另外，像他这样的人才，组织已经培养了106位，还有在他之上的 S 级人物12名，随时听候小姐调遣。老仆赵飞见过小姐，听从小姐安排。老仆徐华遵从小姐意思。怎么可能？这怎么可能？你到底是什么人？冥顽不灵，你真不知道小姐的真正身份。所以，我真的是井底之蛙。所以，你根本都没有把我放在眼里。哦，这么多大人物，为他辛苦拼搏60年的事业，仅仅只是换来他一个“偶”字，就不怕他们心寒吗？小姐，小姐，谢谢您的认可，我们死而无憾的小姐。我肯定在做梦啊！太荒谬了！多大的人了，还哭鼻子？小姐，我们的成绩得到了你的认可，我们能不感动吗？看到你们还是如当年一样，很好。我等身为小主人，死为小主鬼。好了，你们匆匆而来，吃饭了吗？没吃呢。小姐，您要吃什么？只要您说话，不管是天上飞的、水里游的，还是陆地上跑的，你一句话，我这就带大军去给您弄来。让战队抓食材，亏你想得出来。可别听他的，你要是饿了的话，我来弄。这60年来，我的厨艺那可是突飞猛进的，一定把您伺候周到。堂堂大夏首富下厨做饭，哟，小姐，看我是专业做过厨师的。不滚一边去！小姐最爱吃我烧的菜，对吧？好了，你爷爷白话真的去世了。你说什么？我爷爷当然死了，他被我过了幽禁之后，日益消瘦，我亲眼看着他咽的气。跟过我的人或许会心生一心，但绝不会是蠢货。你还斗不过你爷爷。你到底想说什么？小姐，您的意思是白话故意把这家伙推在前头，其实真正背叛的是他啊！若非如此，我怎会亲自前来？白话呀，白话，我是看着你从小长大的，没想到你还是和当初一样，那么寸气。你胡说八道！你的对手是我，不是我爷爷。你也你好，我承认你是赢了，但是你也没有资格侮辱我，因为不过也是借助上一辈的力量。你说什么？难道不是吗？各位爷爷，不正是因为你们跟着叶太奶，所以你们才处处维护他。就现在这样的你什么也不是，连我白子良的1/10都达不到。白子良啊，白子良，我一直认为你很聪明，没想到你现在还没看清真相。
小姐根本不是你说的什么后人，小姐就是小姐。60年如一日，换沧海，落桑田。你是说，他就是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白话，60年了，不出来见主人一面吗？爷爷，你没死啊？老奴白话，拜见小姐。拜见小姐，跟爷爷，这跟随我吧，我会给你无法想象的财富和无与伦比的地位。他是真的，那他为什么如此的年轻？难道他长生不老？天哪！我干了什么？我居然还想收他为下属，为我裴家效力！天大的笑话！天大的笑话呀！白话，你背叛我，却又害怕我的报复，借自己的孙子出头，将自己藏于幕后。我说的对吗？老奴白话，背叛小姐，罪该万死。如今悔恨无极，愿交出这60年来所有的财富和势力，但求小姐放过我的儿孙。你抬起头来，你还记得初次相遇时我跟你说过的话吗？若奉为主，不可背叛；若其背叛，不可算计；若有算计，死后绝命。白话呀白话，你背叛我也就算了，为何要算计我？你也跟了我许久，应该了解我，我何曾亏待你？小姐，我已经完成你交代的所有任务。这是秦皇陵最后一道通门的钥匙之一，另外一半在江城的拍卖会上。小姐，我的命就是小姐所救，所以我一生都是叶家的人。虽然也有背叛和算计，但小姐能不能看在老奴这么多年为叶家苦劳的份上，让我随叶家姓齐可好？前有因，后有果。如今你求小姐原谅你，可你之前都做了些什么？小姐，我求求你了，请满足我最后一个心愿吧。背叛便是背叛，脱离便是脱离，任何事情都已有结果。不，小姐，是老奴错了，是我错了，求求小姐，给我最后一次机会吧。你还在撒谎，先是装作悔恨，以退为进，让我原谅你，接着在这里装满炸药，你是在威胁我。若是我不原谅你，便要跟我同归于尽吗？小姐，老奴只是不想死而已，蝼蚁还尚且出生呢。小姐，你
不要逼我！混账！你竟敢威胁小姐，白花，你真是要丧心病狂吗？小姐，事到如今，可退一步如何？只要你能够放过老奴我。你也做过我的仆，应该知道，我从不受人威胁。是啊，小姐从不受人威胁。那既然是这样，那就一起同归于尽吧。你以为你用炸弹就能威胁小姐，就能与小姐同归于尽吗？哼，我当然知道小姐的能耐如何，所以我在整个白家都埋下了烈性炸药，其威力足以让整个白家夷为平地。白花，你疯了你！爷爷，你别乱了，你这样大家都会死的。完了，完了呀！这小姐，这都是你逼我的，现在后悔还来得及啊！我从不后悔。嘿嘿，行，既然这样，那就随老奴一起共赴黄泉吧！住手！请上进！哎呀，请上进啊！快点救救小姐！怎么会这样？这不可能啊！小姐，你到底做了些什么？白话，你还有何话要说？我早都应该想到，小姐长生不死，万法不侵，又怎么能够被这区区的炸弹所困扰啊？我真是愚不可及呀！事到如今，请小姐让老奴以您奴从的身份自杀吧。你已经没有这个资格了，让他亲眼看着你们毁灭白家。不，小姐，不，不要，不要，小姐，我知道错了，我愿意奉你为主，别杀我。自愈自罚，老天呀！小生为死，销魂错骨，这是何等的神仙手段啊！小姐是王大，你怎敢忤逆小姐呀，白花！小姐，我错了，白花真的错了。上路吧。小姐，这是你要的东西。我们已将白家夷为平地，但还有不少白家人流落到外地。我们要根据白家族谱，将所有白家人一一记上，但这需要1天的时间，还请小姐恕罪。回去吧。小姐还是如此淡然，一言灭一家都无动于衷。开车。小姐，还需要准备些什么吗？不需要，你先回去吧。是。
严格把守，杜绝一切危险。是。五大神器汇聚，可知长生之秘。2枚钥匙便可打开秦灵童门，得到神器之一的人皇剑。1、2、3、4。小姐，您没事吧？给我个电话。哦。把宁家、何家所有直系全部抓来，从现在开始24小时，到明天天亮，我必须见到你。小姐，您的意思是，这是何家和宁家干的？宁家、何家真该死！我最近是不是心太软了？对待叛徒就该斩尽杀绝。喂，城主。王平，汤臣一品核心别墅遭到强火攻击，已经威胁到了社会安全。我已经发布全城最高级命令，发动一切警力，1天内务必将犯人全部缉拿。哎，什么？城主，这到底是？这是最高级打来的电话，据说别墅里有一个大人物被袭击了，这个大人物身份很超然。最后说一句，这是上面1号亲自打来的电话。喂，下达最高任务，调动全市力量，封锁高速公路。是。这不是演戏，重复一遍。得手了吗？我们得手了吗？应该是得手了。那可是火箭筒，肉体凡胎，肯定挡不住的。好，我们摆脱了奴仆的身份，从今天开始，我们就可以做主人啦！混账东西，背叛小姐还不跪下领死！这你们高兴得太早了。小姐，你没有死啊！小姐，求你，我错了，求你饶我一条狗命吧！没想到我们还是低估了小姐您。尽管如此，小姐，你还是没有赢。炸弹按钮，小姐小心！小姐，我们就一起上路吧！小姐，为什么？你下定决心要摆脱奴仆的身份，可为什么小姐只看我一眼就让我这么难受？小姐，我错了，小姐，我求求你，至少不要用这种眼神看我，一个不留。
小姐，老奴保护不力，感受责罚。小谷子，小姐曾亏待过你们吗？小姐此话怎讲？没有小姐，小谷子早已饿死在街头。60年来，小谷子忠心耿耿，感恩戴德，还请小姐明鉴。你之心我明白，起来吧。小姐，那些叛徒死不足惜，你没必要为他们伤心，他们不配。我怎会为他们伤心？只是感慨，人心易冷，故人易变罢了。小谷子，你去清剿3家余孽，全部诛杀，不可放过一个。老奴遵命。小姐放心，这次必定完成任务。另外，通知孙子宇、王月、许华接手3家的资源财产，不可出现任何差错。我不希望再有其他麻烦。是。这场拍卖会事关神器，参加拍卖者的底细必须全部查清楚。小姐，老奴已经调查清楚了，其他人也就罢了，只是有一家比较棘手，就是穆家。穆家，穆天机传承的穆家。时隔60年，这个宿敌家族又一次崛起了。是的，穆家底蕴深厚，几次跌倒都能东山再起。这次白家叛变，恐怕也是穆家做了背后的推手。不过，小姐您不在，否则这些小小必死无疑。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，我曾经击败过无数精彩绝艳的对手，这个穆天机算是其中最杰出的一位。悠悠岁月，纵然有人诡计无双，有人权谋天下，更有人威压当世，到头来还是小姐您站在岁月之后，笑谈今古。走吧，看看这个穆天机给我留下了什么惊喜。哎呦，这真期待啊，肯定能出大新闻。哎，天哪！你看，那个是南区首富，这是北区副都。我去，连西区老太都来了。不愧是号称江城有史以来最大的拍卖会，各路权贵都来了。这个是，我去，劳斯莱斯龙车！真的，我去，劳斯莱斯龙车，据说是专门为某个大人物制造的工艺，一共只有9辆，想不到还能出现在这里。哇！这没想到竟是藤里集团的公子，我们失礼了。麻烦让让。是藤公子，您请您请。这人谁啊？怎么他一过来，各路权贵都争相讨好他？你不知道吗？鹏宇集团乃是全球排名前10的集团，他到江城就是强龙过江。难怪啊！这谁啊？对啊，连车也不开。不过你还真别说，挺有气势。这个女人倒是有着亲历绝伦的姿色。今日拍卖会的女伴就选她了。这位小姐，您是去拍卖会的，我可以带你进去。滚开！
为什么让他滚开啊？不知道啊。啥？滚！敢挡我们家小姐路，你有几条狗命？啊，好啊！我原本以为我够嚣张，没想到江城还有这么牛逼的人存在。你是谁？哇，小姐不耐烦了，李贺现在马上滚！哼，否则藤椅集团灰飞烟灭。哼，你口气可真大！你以为你……见过徐先生。林叔，你许说话，承认我们得罪不起。谁呀？这又是谁？没见过，没听说过。谁啊？没见过呀？不是，他就一一老奴，亦步亦趋的，我们惹不起。那位一根手指就能摁死我们，至于旁边那位能让许先生陪侍，那是无法想象的。这是何方神圣？总之，再有半点不敬，否则谁也救不了你。我知道了，林叔，我一会儿去跟他道歉。来这么多歌手，所有人听着，立刻离开！等等，我们做了什么？凭什么赶我们走？就是，我们千里迢迢赶来，就是为了参加拍卖会，你居然让我们走！我们也是奉命行事。徐先生交代，你们这些人让小姐不高兴，不能进去碍小姐的眼。走。这么怕，他就不怕得罪我们这些权贵吗？你会在意他们吗？您的意思是，你不在意他们，就如他不在意我们。到底是什么人啊？请两位立刻离开。好的，马上走。不行，惹到这种前辈，若不当面道歉的话，我必须想办法。喂，穆少，您在拍卖会是吧？能不能帮我一个忙？非常抱歉，徐先生，这次是我们安排不周，请您不要生气。我家小姐不喜欢这种场面，那几个人再不要让他们出现了。啊，好的，这边请。客官，请上座。不用你煮。您是不喜欢喝茶吗？那我为您准备其他饮品。我们小姐不喜欢别人煮，喜欢自己煮。你把你们最好的茶拿来。这么年轻，懂茶吗？是。您请。中品大红袍，不适合泡茶，换。这客人长相倒是清丽绝伦，怎么这么喜欢装啊？这明明就是极品武夷山大红袍，有价无市的好东西。客人，这个是……请客人稍等一下。这客人好装啊！明明就是极品大红袍，居然说成中品。不，他不是在装。你看到他刚才洗杯的手法了吗？洗杯的手法？我没仔细看。怎么了？可我看到了，他所用的是9星洗杯术。这门手艺是一门1000年手艺，不是一般人能掌握的。我老师说过，常人若是能学得一二，则可称之为茶道宗师。你不是说瞎话哄我的吧？可这明明就是极品大红袍，这可怎么解释？这个我也不知道。怎么回事？是这样的，外面那个客人，对，就是这样。他真是这么说的？看来来了位顶级贵客，在他们这种人眼里，咱们的极品大红袍
也只能堪堪达到中品。这种人，至少也是百年世家出身，不可招惹。去，拿出咱们压箱底的茶叶，好好招待。是。这是什么茶？闻味道就让人沁人心扉啊！都尝一尝吧。谢谢小姐赏赐。想好了，喝了我的茶，往后余生，其他茶水索然无味。哇，好香啊！这是什么香味啊？世间竟然会有如此沁人的茶香味儿！谁在煮茶？竟茶香满屋啊！哦！岁月匆匆，5000年了。昔日故友已逝，留我孤身一人，独自寻觅这长生之谜。穆少您，闻此茶香，这世间的所有茶都索然无味。他就是你得罪的人？是啊，穆少，您看能不能帮我组个局？我想向他道歉。可以，那就多谢穆少了。只是那位似乎有些高冷，万一拒绝就拒绝我穆家？就算他再高的身份，我给他10个胆子，谅他也不敢。那就全靠穆少了。怎么回事？那位小姐身边的老人说，穆家的口不配靠近那位小姐。很好，先当这个和事佬。没想到他竟然不把我放在眼里。这样也好，不需要调停了。穆少会把我收拾的。哎，穆少息怒，给我去查清楚他的所有信息。另外，去吧。是，穆少。贱人，敢不把我放在眼里，到时候一定要让你给我跪下求饶。小姐，我是不是打草惊蛇了？没关系，都一样。拍卖会即将开始，请各位来宾前往前厅。各位宾客，晚上好！本次拍卖会正式开始。穆少点天灯？什么？点天灯？这可是志在必得的出价。是啊，无论出价多高，点天灯制必然比对方多出10%。要不是资产雄厚，谁敢这么玩啊？是啊。小姐，他好像在挑衅我。这个年代，拍卖的规矩是什么？点天灯就意味着拿下拍品，不过也不是没有办法改。点天灯
就意味着拿下牌品。不过，也不是没有办法改变。哦，向小姐说明。是这样的，小姐，只要您点2盏天灯，在第1盏的基础上面翻倍出价，就可以拿下。原来如此。那小姐，我们要点吗？点。哎，我突然想起来，这儿的拍卖会上有我特别喜欢的东西。来人，再点1盏天灯。两盏。我去，2盏天灯！我的妈呀，不愧是龙头级别的穆家呀！2盏天灯，点着玩似的。要知道，古往今来，最多就3盏天灯，让一尊王爷倾家荡产。我懂了，穆少肯定是故意的，他就是要压制所有人，让大家都不敢跟他争。穆少威武啊！不好意思啊，各位，我这个人呢就不喜欢跟别人争。当然了，如果你们非要跟我争一下的话，那就点3盏天灯，付3倍价就好了。哎，3盏天灯，那就是无论对方怎么出价，都需要翻3倍，这谁玩得起啊？不愧是穆家，太好了！看来今天的宝物并入穆家之手了。小畜生，太嚣张了！去。点灯。可是穆少已经点了2盏灯了，按规矩您要破需要点3盏，那就是3倍进价。您确定吗？是啊，小姐，3倍价你跟得起，可别出来玩，把全部家产都给赔进去了。谁说我要点3盏？那敢问客人，您要点几盏？9盏，点满。啥？啊！我不是在做梦吧？点天灯点满，这意味着任何人出价，他都要翻9倍啊！到底是有多少财富才敢这么玩啊？自从点天灯出来以后，从来没有出现过9盏天灯。知不知道在做什么？我们小姐行事，我去向你解释。你，哎，这是个好机会。他点了9盏天灯，托天的富贵也经不起这么早。只要您加几次价，不过几次，他就会自食恶果。说的也对，我就不信她一个小姑娘，多少财富跟不够。现在拍卖可以开始了吗？各位贵客来宾，本场拍卖会正式开始。首先有请我们的第1件拍品——琉璃佛珠1串。这串佛珠乃是玛瑙所铸，看起来却像琉璃。别废话了，10个亿！这穆少是要用这种方法掏干这位小姐的财富啊！是啊，各位，才10个亿而已，没人跟吗？我跟20亿。啊，20亿，30亿，40亿，100亿！什么？100亿！啊！哎，不好意思啊，这位小姐，一不小心我就开到了100亿价格，而你偏偏又点了9盏天灯，那价格就是900亿。我这想想啊，都替你觉得肉疼呢。无聊，穆天基的后人，现在这么废物了吗？说什么？付钱。这900亿，900亿你都不眨一下吗？这直接付了吗？哪来的大小姐？天哪！急什么？这才刚开始，继续。第2件拍品：商朝著名青铜骨器3阳开泰鼎。哇，这个好啊，这个好这么100亿，100亿了！ 100亿！
踢，就是110，多少这有点上头了呀！他这么玩，谁顶得住啊？这位小姐，顶不住的话，你可以反悔啊。看在你是女士的份上，我想大家应该没人会拒绝。付钱。又来，这900亿，像花900块似的，实力也太这到底什么人啊？看你能撑到什么时候！继续。付钱。什么？还在点？这个人疯了吗？到底有多少资产？这全都要了吗？天哪！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！这加起来，他已经砸进去了1万亿了。这他怎么这么有钱？没道理啊！他就算再是豪门千金，也不可能支配这么多现金流啊！而且，他好像根本就没把这笔钱放在眼里。蠢货！我们小姐的底气，岂是你们能揣度的？必要的话，国库都为我们小姐敞开，任由支付。接下来拍卖本场拍卖会最后一件物品，此物十分特殊，此乃秦朝开国年间所留上古宝物。根据我们的专家研究表明，此物内可能含有上古陨石，而且这份陨石很有可能就是当年秦皇所得的天外陨石。陨石，秦皇的天外陨石，这种东西拿来拍卖了吗？想必各位都知道，秦皇36年荧惑守心，有天外陨石降临。这陨石上写满了咒骂秦皇的话，皇帝于是下令屠杀周边村庄所有人。原来这个宝物这么有来头啊！是啊，明明之前没出现过。哎呦，真没想到。是啊，小姐，这是真的吗？假的。不过那块陨石的确被他做成了钥匙。穆少，好机会！看他这样，似乎对这件宝物志在必得呢。那更好，狠狠的加价，100亿！此物我要了1万亿。什么？什么？1万亿？这是天价呀！这是什么呀？我没听错吧？这么多钱，太夸张了！1万亿？你开什么玩笑？小姐，您可是点了9盏天灯呢，若要出价，那可就是9万亿。付钱。装什么装？那可是9万亿！先拿一张卡出来，就把钱刷了。当我们这些人都是傻子吗？就是，你一个小姑娘出门带几万亿，谁信啊？怎么可能呢？这又怎么可能呢？对呀，怎么可能？根本不可能嘛！这9万亿！9万亿！穆家人，回去告诉你的长辈，你们让我很失望。如果你们已经沦为这种货色，那就洗干净脖子，等死吧。带上东西，走。这不可能！我在他面前，好像个笑话一样。不，我们穆家马上就要得到那件东西了，到时候，管你是神仙也好，我都让你拜倒在我面前。回去替我守好门户，等我从秦皇陵归来。是，小姐。老师，我们在等什么人呢？这么郑重。别多话，那位可是真正的传奇人物，若能与其交流一二，就你们啊，日后至少是个史学大师哦。哎，来了！叶小姐，您的事领导已经吩咐过了，我们将全力配合您进行秦皇陵的挖掘工作。很好。另外，这我的学生们
也一起下去，让他们长长见识。还有武装特警也随我们一同。可以。那好，叶小姐，那我们出发吧。哇！各位，这里就是我们目前对秦皇陵探索的边缘。根据我研究，这里面应该有大量的水银，而且继续探索下去的话，有可能会遇到沉淀千年的毒气，必须要小心。你干什么？想害死大家吗？你干什么？想害死大家吗？你们把自己想得太高贵了。这个区域的秦皇陵不需要毒气和水银，只需要依靠机关和某些东西，就能杀光所有盗墓者。喂，你别不懂装懂好不好？劫色。啊？没有水银，没有毒气，你怎么这么了解啊？跟来过此地吧？果然，那份古籍写的是真的。您真是……叶小姐，既然如此，这次考古就拜托您了。你错了，我不是为了考古，我有自己的目的。至于你们，跟紧点，掉了队，我可不管。他也太嚣张了！就算有点本事，也不能目中无人啊！闭嘴！叶小姐也是你能质疑的，赶紧跟上。这秦皇陵是何等凶险，可有叶小姐在，让我们简直是如履平地啊！是啊，这次考古跟旅游似的。叶小姐真厉害，来皇陵跟回家一样。这就是秦皇帝宫。我这一生居然能有幸看到秦皇帝宫，这辈子考古满足了，死而无憾呐！可是老师啊，古籍记载秦皇陵中有地宫所见，上具天文，下具地理。可如今这上具天文还没有体现，不会是某人带错路，把我们带到什么乱七八糟的地方了吧？这确实有些古怪。地宫已写，这为何没有出现日月星辰之景象啊？叶小姐，您知不知道这到底是为什么呀？这不是你们能知道的秘密。我看呀，你是不知道吧？哎，不得无礼。叶小姐，那接下来我们应该怎么走？不用走了，先把后面的尾巴处理了。你们是什么人？出来吧。不错不错，没想到都这个时候了，叶小姐还能临危不乱。不过可惜呀，今天不管你有天大的本领，你也是落在了我的手里。叶小姐，这到底是……很简单，他们是冲我来的。这多余的话我也不说了。虽然你之前不顾我的面子，让我遭受了奇耻大辱，不过嘛，我也并非心胸狭隘之人。只要你今天向我跪下，然后好好跟我赔个罪，今天啊，我也不是非杀你不可吗？就是啊，叶小姐，你就赶紧跪下。穆少为了对付你，聚集了几大家族的人，今天的你是插翅难逃啊！就凭他们，柳家人曾在明朝年间做过朝廷大官，后来因为得罪了我，被满门抄斩。怎么，你们是他们逃出去的分支？你说什么？你，姑苏家的，你的祖先曾对我出言不逊，被我当年的奴流放3000里。怎么，200年了，
终于缓过来了。还有你，李家的，你的祖先曾做过我的奴，之后蓄意叛变，被我所杀。怎么，还留下祖训，想要复仇呢？你说的这些是什么意思？穆少峰，穆天机怎么会有你这么愚蠢的后代？你到底是谁？我是让你们的祖先恐惧的存在。一派胡言！所有人听令，给我杀！你到底是人是鬼？不对，这是你的障眼法，对不对？门开了，秦皇陵的最后一道铜门竟然开了！天哪，天哪！这是大夏历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啊！我要进去看一眼，让我看一眼，我死也值了。走。这是这么多的兵马俑，可怕！这种宫殿财富肯定惊人，这当中肯定有巨大的秘密啊！是啊，好，太好了！叶小姐，你是不是喜欢我呀？把这么重要的东西就这样展露在我的面前，我穆家肯定要彻底崛起了。崛起？你们死定了！叶小姐，你的嘴还是这么不饶人。不过没关系，我可没打算让你活着去告密。我就不信你那些歪门邪道能挡我们多久。你们久等了。这是我遵照千年旧约，与我醒来。末将白起，末将蒙恬，拜见国母，拜见国母。我不是在做梦吧？那季蒙恬，那都是2000年前的人物，怎么可能？你到底是何方神圣？2000年以来，辛苦。末将不可能。起来吧。国母，有您这句话，我们2000年的等待没有白费。我们终于等到您了。老师，你是不是知道这个人？他到底是什么人啊？嘘，不要多话。叶小姐的身份可不是你我能够探究的。啊，是大夏的神。不，假的，这都是假的，你肯定是在演戏。我要杀了你们！猪，你不能杀我，你会遭到我穆家不羞耻的报复。奉国母之命，诛！东北，这还是人吗？我要跑啊！天哪，我到底惹了什么东西？国母，他们是不是？不用了，
出去，不准多说半个字。您放心，我等一定守口如瓶。国母，入侵之底层尽数剿灭，请您指示。国母，这人身上有一封信。有点意思。国母，这信是有什么问题吗？这不是古文，是简体字，但字迹的笔锋很熟悉，像我一个老熟人。很显然，这一局还没有结束。国母，难道还有人和您一样也能长生？你们不是也成功长生了吗？国母，您是知道的，我们其实算不上真正的长生，只不过是历代秦王用秘法将我们封印于兵马俑中，等到日后苏醒，为您效力。是，如此秘术，注定我们只能在这皇陵之中，一旦离开，必将灰飞烟灭。无妨，我已钻研出让你们解脱之法。国母，你说的当真是真的？若非如此，我也不会前来唤醒你们。国母，若我等能得到解脱，我们愿为您赴汤蹈火，在所不惜。带我去见你们的陛下吧。是，国母。陛下一直在等您，如今终于可以得偿所愿了。陛下，国母回来了，2000年了，国母终于回来了。他还是死了。是的，国母，陛下是不愿意以废人之躯面对您，所以才选择赴死。不，他身上还有一丝生机。国母，你是说陛下还能复活？待我集齐5大神器，洞悉长生之谜，或许就有办法将他复生。人皇镜，5大神器之一。国母，您这么快就掌握了神奇之力。我会让徐谷安排好你们的身份，从今以后，你们就跟着我。是，国母。国母，您真的让我穿成这样，如此单薄，倒如女子衣服。不穿啊，脱下来还我。不，这是国母所赐，末将到死也不会脱下来。对了，国母，您说搜集5件神器就能彻底掌握长生之术，令人死而复生，那这另外4件，这是小姐，您让我查的第2件神器找到了。第二件神器。小姐，这2位是？你说第2件神器找到了？已经得到确切消息，那件神器流落在海外 M 国，现在就在沃森集团手中。只是沃森集团是全球最大财团，诞生过7位首富，我们的人无法从他们手中拿到神器，所以我们联络了您在海外的奴仆。你做得很对。小姐，您稍等片刻。
徐先生，阿林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海外被判了，我早说，来人！小姐，这是我的失职，我忽略了海外势力偏常默契，没想到比国内更容易失控。无妨，再等等，我在海外布置了12家族，不知会有多少人来。国母这是生气了。是啊，国母上一次露出这种表情，天下血流飘逐。主人，梦迪、古飞，转眼你们都长这么大了。老奴见过主人。您就是野宁小姐？放肆！主人的名讳是你教的，跪下！全都跪下叫主人！主人，只有你们2位来了吗？是的，小姐，德鲁、菲克、希特他们的家族全都叛变，而且在大肆狙击您的海外的势力，准备彻底摆脱您呢。那就给他们下最后通牒吧。明天这个时候，我要看到所有人在这里跪下赔罪。否则，海外家族就没有存在的必要。爷爷，叶宁小姐真的这么强？我最后再重申一遍，叫主人。我不知道主人的实力到底有多强，但我知道，如果明天这群人再不来的话，就再也见不到后天的菜。不知所谓。各位，我们爷爷辈的主人又来消息了，说让我们交出一切资产，并且明天早上去请罪。真是有意思，一个莫名其妙的人这么要求我，可笑。我们菲克家族现在已经财力通天，就算那个人有天大的本事，能奈我们何？很搞笑啊！一句话，就想让我将德鲁家族让给别人。就算我爷爷在世，说出这样的话，董事会也会罢了他的职位。各位说的很对，那就是个疯子。他当年确实对我们的先辈有恩，可是现在时过境迁了啊！对啊，是主人。老主人曾经说过，如果那位重新出现，无论如何都要去见一面，否则他可以轻而易举地毁灭我们所有家族。老约翰，是不是岁月影响了你的判断？什么样的人可以毁灭我们海外家族啊？我建议啊，加大力排查那个人留在我们家族的人员。我赞同，我们的家族不再要任何人插手。我也赞同，把那个人的实力逐渐去除，看他还能翻出什么样的风浪。你们，各位，让我们为这个不自量力的小丑干杯！感谢他给我们带来如此有趣的玩笑啊！来，喝杯！时间到了，动手吧。是，小姐，我这就不是你啊。蒙恬，漠北驱逐匈奴；白起，长平公震天下。拿出你们当年的狠劲，别让我失望。谨遵国母之命。我已听令，联系你的部下，负责古扎家族。是。我也听令，联系你的家族，负责艾伦特家族。是。准备好了。禀国母，大军已集结完毕。那么传送开始。
这是什么？离心，离心！什么人？快来人，开枪，打死他们！打不死，打，继续打！不要杀我！我给你们钱，你们要多杀我给你们多少，别杀我！完了，老主人说的果然没错，你被出手了，12家族都完了。这是什么怪物啊？核心人员全部带走，其余人杀了。别！反土行动可以，不过这毕竟是异国他乡，是不是要收敛一些？你还不明白国母的意思？今日必血流成河。好，那就让我们大闹一场，为国母清理门户。杀！你们是什么人？走！你是说，不到1个小时的时间，3大洲的势力全部被一网打尽，手下全部死了，首脑全部离奇失踪？是的，警方已经接到报案，但是来不及了，他们动作太快了，简直就是横行无忌。哼，他们究竟是什么样的存在，让那么多大家族死亡？这会让整个帝国的经济崩塌的。不知道，但是在每个案发现场都留下了一块令牌，这个字是汉字，叫做“聂”。董事长，你们是不是知道些什么？是那个人，那个人回来了。是那个人，那个人他回来了。吴森先生，那些家族幸存者向我们求援，恳请我们。你给我闭嘴！让他们滚，全都滚！董事长，你不要管，这件事和我们没有关系，也不是我们所能管的。如果我们集团插手，我们集团上下的高层都会有生命危险。啊，这怎么可能啊！董事长，您可是全球首富，他们怎么敢刺杀您啊？全球首富，我这个全球首富在那位面前不过就是一只蝼蚁。对，如果他要惩治那些叛徒，不会杀那么多人。他这是在立威。你去查一下，大夏最近有没有人和咱们在联络？有的，他们之前想和我们交易一尊古玩，但是我们没有理会他们。混账！你还不赶紧把他想要的东西送去大夏？可能是……我不管那是什么，立刻交出去。如果交了，我们还能活；如果不交，只有死。是，我立刻就去办。太可怕了！怎么会有这样的存在？一句话，M国众多家族覆灭，还要我们沃森集团乖乖交出宝物。是谁？我不是说过这个时候不要烦我吗？您好，沃森先生，我姓穆。穆？你是？你想不想彻底消除那个让你无从抵抗的人？开什么玩笑！你知道他是什么样的存在吗？我知道，我比你们任何人都知道。听我说，我有这样一个计划。
汤姆先生，威尔逊先生，我的天哪！穆斯家族的安踏先生也在。12家族除了我们2家，其他家族都被抓了。小姐，当真是雷霆手段。参见国母，我2人幸不如命，已完成任务。起来吧。解开吧。妈的，这到底是什么地方？你到底是什么人？埃塔、巴扎，你们的爷爷甚至于祖父都不敢怠慢于我，你们倒是青出于蓝胜于蓝，很好。你这是我爷爷？难道你是？不可能，绝不可能，不可能！拖下去，凌迟处死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！这哪里是人的手段？这简直就是酷刑！还好我们没有背叛。梦迪、古飞，小姐，您吩咐。他们的产业由你2人瓜分，不可出任何乱子。怎么，做不到？能做到。小姐，您放心，我们一定驻场子，不给您添麻烦。去吧。是。爷爷，没弄错吧？10大家族那么多的财富，他就这样给我们了？我也是没想到呀。或许对于小姐来说，那些都是微不足道的浮云吧。小姐，沃森集团拱手把神器送来了。哼，他们敢不送，下一个就是他们。墨家机关盒倒是久违了。这就是传说中5大神器之一的崆峒印，神物自绘啊！只有国母这样的存在，才能激发出它真正的力量。做得不错，是小姐谬子。对了，沃森集团还提供了一条线索，事关5大神器之一的女娲石。什么？又有神器的新线索了？这也太顺利了吧！女娲石，国母，我记得您是不是曾经拥有过此物，但有一天突然消失了？不错。恭喜小姐失而复得。沃森不会这么好心，此事有蹊跷。小姐，您是说这有可能是个陷阱？无妨，你且说来。这是什么鬼东西啊？要不咱们打开看看，说不定有什么宝贝呢。行，不要乱动，不要乱动！黄河自古以来是祖河，乃是龙脉，这里边的东西不是你们能够乱动的。叔爷，这东西是个什么呀？不祥之物，不祥之物呀！这不要说开启，碰一碰都有大难会牵连我们9族啊！不是，叔爷，这鬼东西到底是什么呀？怎么会能把您吓成这样？我也不知道，祖宗们都是这么传的。
这里面的东西不要说开启，碰一碰都有大难呐！不是，这口棺椁我们要了。外乡人，你们是？请你立刻疏散人群，不要在这里逗留，万万不可呀！有所不知，此棺乃极其凶煞之物，你们要是去了，怕是……红龙木棺。你在说什么？这棺材明明是黑色的，怎么说？难怪叫红龙木棺。请问请问小姐，这里面躺着谁呀？用红龙木还做这么大的棺材，沉在黄河当中，难不成是三皇五帝？不可胡言乱语。糟了，忘了三皇五帝都是国母的朋友，是属下说错话了，还请国母，还请小姐责罚。是这样的，小姐，沃森提供的线索就是这里。如果线索没错，这棺材里装的就算不是第三件神器，但也一定是他的具体下落。去，清洗这口棺材。哎，姑娘，你不要命了？你没看到那棺材那么邪啊！安静。你看，现在可以去了。是。小姐，您到底是？这里的事不可告诉任何人。啊，是，走。哎呀，叔爷啊，这姑娘什么来头啊？这棺材那么邪，她一句话就给镇住了。我猜是桃花仙的后人啊！桃花仙，桃花仙，这什么名字这么美啊？你们年纪小，不知道也正常。咱们村呢，之所以叫桃源村，是因为原来受过桃花仙的帮助，才这么叫的。啥？还有这事儿？哎呀，年轻人没听说过也正常，这毕竟是1000多年以前的事儿。1000年前，这当年桃花仙游历尘世，长生不死，救苦扶难，有不知道多少人受过他的恩惠。叔爷，这哄小孩的吧？哎呀，我也不知道真假，总之祖祖辈辈都是这么传的。我跟你说，那棺椁是极其凶煞之物，不是一般的大能真镇不住。哎，你们都给我记住了，这几日千万小心，千万不能冲撞了那位。等等，那桃花仙的后人来了咱们这儿，咱们村原来供奉的那位呢？此事不能再提啊！那位大能应该不会久留咱这种破地方，等他办完事儿，应该就会离开了，应该不会被发现啊，但也不会被发现吧？走吧。这是这怎么是空的？这不对了，我们明明刚才看到了这棺材在动荡，应该里面是有东西的呀，说不通啊！喂，你们大半夜不睡觉，补到棺材干嘛？不可能，凭我的感觉，怎么没有发现这个女孩什么时候来的？你们要干嘛？我警告你们，我们村里人很多的。有意思。你这人说话好奇怪啊。不过看着你有种亲切的感觉，好像你帮过我大忙似的。奇怪，我们明明不认识啊。小姐，这到底什么情况啊？无妨。你既然现身，可是有求于我。莫名其妙，我可一直在这里生活的，怎么搞得为了见你而来？不过我还真有件事想求你。哦，说来听听。我想求你帮我把村里的道观拆了。为何要拆了道观？我就是看不惯道观里的东西糊弄人。曾经
我们村里是信奉桃花仙的，可自从道观的主人一个自称圣主的家伙来了以后，大家就不再供奉桃花仙了，开始信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。圣主，好大的口气！这跟你有什么关系？当然和我有关系了，我是最喜欢桃花仙的了。那个圣主怎么敢强占桃花仙的庙宇，变成他自己的？我非得拆了他的道观不可。小姐啊，这真是莫名其妙。要不咱们还是到别处去找神奇线索吧。何须去别处？是否完成你的心愿，你就满足了？应该会满足吧。好，我帮你拆了道观。真的吗？你人真好，我现在就带你过去。这奇怪了呀，小姐可不是爱管闲事的人。唉，走了一路，天都亮了。喏，圣主庙就在前面，不过里面不少大人物，你行不行啊？你行不行啊？姑娘，你知道你在跟谁说话吗？上位到上香之时，几位前来，怕是来者不善。他们看起来好凶啊，要不我们还是走吧。走不了了！你们这些信奉桃花仙的余孽，早就该被我……动不了了！你做了什么？身怀血气，极煞之体，你们都罪孽深重，该死！还愣着干嘛？你还不跟上小姐？你不是要拆道观吗？哦，你们俩守在门外，不许任何人进来。是。不对呀，怎么会有这么多道士？无妨，都杀了就是。我的天哪！你到底是谁啊？混账！真当我们拿你没办法？追，接北斗降魔阵！降魔？不自量力！这些人似乎都有道行在身，足以纵横于凡尘，如今却被小姐如砍瓜切菜一般碾压。这就是那个所谓圣主的雕像，怎么没有脸？这个我倒是略知一二。据说圣主千人千面，其真实面目不可直视，不可捉摸。见之者轻则精神混乱，重则当场癫狂。因此，哪怕在内部供奉的圣主雕像也是没有脸的。这么邪门啊！搜一搜。小姐，不好吧？我有种预感，怕不会是什么陷阱吧？无妨，下去看看。我魔非魔，不堕轮回，万法不侵。什么东西？这布置真让人瘆得慌，感觉阴气都汇聚在这儿了。你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吗？试验场。什么？试验场？欲修仙，却成魔，以人命苟活于世，与怪物何异？这难道说
圣主为了苟延残喘的活下来而……叶宁，你到底还是找到这里了，如何？见证了我的长生之福，你作何感想？是附身术，这怎么可能？附身术会附在活物身上，这个却是……小心，此人的法力恐怕深不可测。你这样也叫长生？叶宁，没用，我的布局已成，这一局是你输了。废话真多。叶宁，我为你准备了一个特殊的惊喜，希望你喜欢。小姐，圣主难道是你的故人？他似乎给你布下了局。很像，但还不确定就是他。也许先出去吧。你们都干了什么？村长，你没看到吗？我把这个地方给拆了。从今以后，咱们可以继续信桃花仙。你们村中那么多诡异的存在，你到底都知道些什么？哎，事已至此，我也就不隐瞒了。我们村名叫桃源村，本来是信奉桃花仙的，后来那位圣主降临，逼迫我们拆了桃花仙的神像，要我们信奉他的神像，还要让我们定期供奉活人。我身为村长，束手无策，只能一次次的交出村民，而他们再也没有回来过。他们都死了。是我的错，我不该听信他们的鬼话，还说等到一个叫叶宁的女人来了，就会放过我们村。原来都是骗我们的。这怎么可能？难道圣主他能算到今天的这一幕？他是怎么做到的？有意思。他还说什么了？他们还说，在后山设置了一种阵法，如果遇到紧急情况，就可以通过阵法联系上他，他就会立刻出现。看得出来，你就是桃花仙的后人吧？我求求你，帮帮我们村，我们村不能再有人牺牲了！哎呀，帮帮我们！你觉得呢？好歹我也在这儿生活了这么久，能帮就帮一下吧。好。奇怪，你为什么这么宠我？我们以前认识吗？认识，不过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。骗人！咱们才多大呀？那个圣主布置的阵法在哪？在后山，我这就带你们去。走。叶小姐，这就是他的阵法。按照他所说，只要5人站在5角，再有1人站在中间，催动阵法就可以启动了。这阵法有点意思。您看得出这阵法的布置没什么问题吧？说说你的计划。待会儿我们就催动阵法，引诱那位圣主出来。只要他一出现，还请叶小姐出手降服了那个妖兽。这个圣主
可能就是小姐以前的敌人，把她救出来杀了，总会免伤后患。我同意。听到了，我自会出手。如此，多谢叶小姐了。开始吧。就是现在！成了。叶宁啊叶宁，最终你还是上当了！混账！你在做什么？村长，这怎么回事？这衣服，你们是穆家人？这怎么可能？我明明亲手在皇陵把你给杀了。他不是他的。关木，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？血脉嫡亲，夺舍之术。我说你怎么能活到现在？穆天机，穆天机，你就是穆家始祖穆天机。叶宁，我也没想过会以这种方式跟你见面。你杀了我穆家这么多人，如今可有半分悔意啊？我杀人，何曾后悔过？也对，你可是最高傲的叶宁，长生不老的桃花心。不过，即便是你，在这九霄祸仙阵之下，恐怕也束手无策了吧？你说什么？九霄祸仙阵？什么是九霄祸仙阵啊？所谓九霄祸仙阵，能食仙之魂，消仙之魄，损仙之气，灭仙之根本。落入此阵，就算大罗金仙来了，也无能为力。解释。他想拖延时间，你用的筹谋千年所创的阵法，只会随着时间推移，深入重创他的神魂。既然叶宁小姐想听故事，那你就好好跟她讲讲。是，既然穆大人有令，我就让你们做个明白鬼。其实我早就投靠了穆先生，之前的种种不过是在演戏，目的就是吸引你们的注意力，让你们一步一步走到今天。混蛋！你竟然敢骗我们！必死无疑。还是先担心你们自己的死活吧。穆先生，您之前答应我，只要我帮您办成了这件事，您就可以传授我修炼的功法，让我和你一样长生。他这样算不得长生，苟延残喘罢了。叶宁啊叶宁，事到如今，你还是这么高傲。没错，我这的确不算长生，但相对于你，我活得比你久远。不成，你没有中招？对，不可能！这一局付出了穆家被你屠灭的代价，偷走了女娲石，我花了整整1000年，那可是1000年，凭什么你不中招？很简单，因为他我在说什么？这里根本就没有人。小姐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他并不是人，只有跟在我身边的你才能看得到他。难怪刚才这个姑娘说话的时候，村长一点反应都没有。那他到底是谁啊？你的心愿已经圆满，该想起来。
蛙石，蛙石！什么？所以是那血管里的女娲石提醒了你？我很好奇，为什么我的所有事情你都了如指掌？原来当年我偷走了女娲石，竟然有了自己的意志。你很清楚，不下诱饵骗不到，所以你是真的将女娲石还给了我。只是你怎么也没想到，郝涛即使被你用血棺折磨千年之久，依然保留自己的意志。所以这一切你一直都知道。之所以配合我们演戏，就是想把我供出来。机关算尽，却全在你的掌控之中。穆天机，你让女娲石遭受如此折磨，我不会让你死得这么轻巧。不，各位大人，你们快想想办法呀！不是说中了此阵，就算大罗金仙也挡不住吗？快趁现在杀了他呀！无知蠢货！小姐早说了，她根本没有中招。再说了，就凭小姐的实力，你们的九窍火仙阵也奈何不了她。啊！各位大人，快动手杀了他！小姐，沃森那边也解决了。叶宁啊叶宁，承认这一局是我栽了，不过你也没有全赢。不会以为我就是圣主吧？你说什么？你没想到吧？其实根本就不是圣主，我装的圣主的样子跟你去对话。虽然我不如你，圣主一定会为我报仇。这就是圣主啊！